伫市中选举出没到50天的即时，根据昆山科大量化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，市长黄伟哲以57%得到上悬支持度，其次是嘉荣界支持度17.1%。黄伟哲领先嘉荣界幅度已经将近4成，而且根据政党分析，8成4的民进党支持者小挺黄伟哲连任。国民党支持者毛2成1支持黄伟哲，中间选民则以3成7的支持度领先嘉荣界1成6。那进一步分析5年龄层，黄伟哲以20岁到29岁支持度上悬，嘉荣界除了伫50岁到59岁得到2成2的支持度以外，其他年龄层支持度拢无到2成。面对各项民调，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市民支持，并且会持续努力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这个你心目中的美食。